上高做红尘，敌前无愧总叫人。太上神功为了万金，扭转回原志极为上。两人交手说服，红神失垂潮，总叫人胜气之入。激用红神的死角。红神的尸体瞬间扬成血水。未了解我的人，死者无亏啦！阿妹有哦，这种的魔功实在使人惊寒一流呢。袂好啊，袂好啊！三哥啊，三哥啊，两起啊，赶紧来找三哥啦！哎呀，这阵火水唔知是啊，唔是咧？三哥啊，伫倒位啊？人耳定光线困住了三缺技术。呀，我想妖刀气功四下，三缺单剑交击，而雪花盖顶。最后脱剑手用了定光线的左眼。旋转剑三条对敌，妖刀四神五里路。哼，朋友，你的病重咯？朋友真足啊！这，我心中这个油灯给照落去，虽然是敌好友。但是你的病会渐渐轻甲对啊，朋友，你住在什么所在？好姓好名呢？姓别名有你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这将近江西丰都县啊，请总师带我去魏家庄，来去找我的小妹碧鸾翠吧。好，我带你去吧。小妹啊，帅哥啊，伫咧杭州西湖伫咧顾店都好好，你来讲要去奉侍恁老大家哦，表示特别好心。应该啊，好人就好报对哦，讲孝女感动天呐。结果你今日来到半途啊咧，一命哦哀哉，看我老三命哪了，小妹啊。师啊，我看这阵火水哦，唔是输过，完全是红神咯。迄款代志啦。伊个装扮啊，无论讲头前后壁，迄款的形体，都甲阮小妹拢共款啊，衫裤嘛拢共款啊，对无？迄个明明都宣告你啦咧。无我来去顶桥甲看卖咧，完全主角还佫伫桥内咧。两去啊，你甲看卖咧。我甲康一讲便了解。你唔正惊你垃圾囝，你衰尾囝啊！你无斗我讲美罗，你顶桥甲摆一个海水哥哥创啥啊？你无斗我讲美罗，我，你镜头煞一个弄石头边啊！伊也无一顶桥伫遐盖，也无啥物冤仇，伊甲摆海水哥哥是啥物意思啊？啊！你快，老水结果。好啦。那结果啦，阮小妹家属讲哦，伫迄个桥内嘛是我咱吹去啊啦。师啊，阮师哥一怪声哦。哎呦，嘿，宣哥啊，你倒位啊，宣哥啊！放杀我一个，你甘心正袂后悔？宣哥啊，你若有
温温黏黏啦，你死也无死啊！如果啊，你有姐无姐啊？如果啊，赶紧的两起会甲对啦！嘿，还没对啊！这个卡古怪呢？这个就这么搞的啊？这个人的病真严重，你先来甲医治吧。我过时。小姐，这个到底是啥人呢？啊，这个就是我的细兄苏彦文啊！哈，苏彦文是爽哦，赶紧甲好入我的房间来啦！哈，好入房间来哦！是啊，赶紧啊，好赶紧！小友小友，这恁老爸分100家的产能给你，你是安怎发落？哎，讲到阮老爸未相连哦，迄老早就好死啊，袂使你活到旧年啦。我这个味啊红字吼，迄孙娘才分100家尔啦，迄总财产啊，拢总有320家。也啥物讲吼，我分100家，剩的220家，讲要留咧，互阮小妹闭乱嘴解，叫做分酒水盐文啊！你阿通，你甲听看卖啊？哦，要你分100家，哦，你开个死嘛开袂了。啥？人防袂了你呢？迄阮厝边啊，伫咧甲撩，讲差不多10外年才开会打。啊，你有叫了着无？人毋是猪狗讲互伊撩你，恁妈1个月控3工就总甲打掉。安怎开遐尼紧哦？哎，大间酒楼拢我包起来，拢啉我一个人尔，内面的歌姬30-40个，拢甲我陪酒一个人，迄款小费50两。大间戏台我拢包起来，看我家己一个较袂伤热。对，也像讲这只千里区啦，这只是10架地去换来呢，这千里区啊，一走千里，压地800，这是世界的名区啦。安尼哦，系啊，世界这只马上介好诶。啊，但是我身躯即摆出无偌济呢，我咧开甲特别大呢。啊，无想办法，搁等下财产移动一个袂用了。少爷，你一日讲千里区，一走千里，压地800，世界这只马上介好。毋过我捌听人讲过呢，迄世界上还佫有一只万里外呢。啥货？千里区还有万里外？迄千里区是走1000里尔，迄万里外安尼一暝一日讲什么走1万里呢？10外倍呢？安尼哦，嘿哦，我挂一摆多听一解尔。我这个比啊红字上爱佚佗咧，想要咧去外国旅行，也若安尼要到沙岛达旦啊来交际啦，都毋免一日就交啊你咧，对哦。阿通啊，安怎？迄个万里外到底是啥物人遐？伫啥物人遐？伫一个叫做七科千遐。七科千，七科千有一只万里外。安尼哦，我这千里区来甲换，伊毋知买啊，咧，伊毋知哦，迄阵来甲参详看咧，行来去找迄个七科千。哎啥？迄千里区，我要换我伊只万里外，哇，迄啥哈尼贵？拜托你啦！啊，我好野人哦，真爱去外国佚佗咧，啊，你嘛互我一个方便，好吧，拜托你啦。哎啥？迄千里区怎么换万里外？迄啥遐尼贵？哎啦，要无安尼啦，我这千里区甲你换，啊，看贴你500两银好唔好？哎啥？无啦。我咧看安尼啦，若讲贴500有较俗淡薄啦，啊，不过你互阮公主小骗咧嘛，无要紧啦，我贴你800啦，少爷贴你800啦。阿通你咧讲啊，好啦，啊，但是我甲你后来钱先摕来，要我甲你讲，若免行的时阵啦，等候较无人的时阵才通行呢，也无毋对你好咧，我地段起霸，敢若叫风出着，迄人毋死嘛，奈香，安尼好啦，来800两，一袋，来，啊，这只仙里区
要哄我？甲你换落顶，我人真君子啦。啊，你要万里外，我让咱后互你好万里外。安尼好，我要来行啊！我好多星空线呐，要迄个星空线哦，是安尼交来，啊，若莫甲交来，我来会使讲好多西老线哦，买。饲科钱，一直科就是交过来，啊，若莫交变做饲老千，嘿嘿，注意，我先来个听看卖咧，少爷，咱若较无人才通起包呢，还无敢若叫风杀着会死真侪人呢。我小可来个行啦，叫你行你唔行，佮大人换咧换。少爷，这只就是叫做万里外，所以你若甲卡落，伊就会换，所以叫做万里外。哈，我千里去换这个万里换，佮也唔行，佮大人换啊，气死！我甲你讲啦，迄项圣灵抓袂着，所以咱慢慢啊学，慢慢啊才来徛。阿通，你一向对我袂歹呢，真照顾我呢。啊，我钱拢甲你公家开。对啊，但是咱即马无钱啊，爱等下将迄个财产搁来甲移动啊。对，苏彦文是外人啊，袂当得我的家产啊，对无？啊，阮小妹啊，以后嫁出去哦，别人会咧外头嫁孙啊咧，对。迄个百外家，伊嘛袂使甲得咧，所以这个田园啊，拢我的。对啊，等下去，将我的田园厝起提咧，来管政府过户，啥物话？来管业过户就对啦。世英，你为什么改名白有理呢？是啦，我有公司在身，所以改名叫做白有理。啊，迄个独眼独鼻的是啥人啊？那是中途患难遇救的恩人，伊的名姓我嘛无甲伊问啦，是一位见义勇为的军士啊。是啦，白相公，你所患的病症叫做疟疾啦。忽然间起冷，忽然间起热，煞是真惊人的疟疾。好佳在吼，阮未代人生前留着这宝贵的医中金鉴，本草纲目，四方妙用，汤头高绝。啊，我学真多，所以才有可能医好着你的疟疾啦。多谢世妹元帅所我恁娘干在身边的照顾啊。有人哦，有人啊，有狗啊，狗，毋是查甫人在咧讲话，听看觅。恁娘干一夜在我的身边照顾，又是在我小妹房间内，这恐怕会造成谣传啦。文兄，你像金刚罗汉，阮像观音菩萨，怕什么谣传呢？是啦，白相公，你毋免多虑啦。医生医人伫咧救人吼，是不计厉害啦，吼，不分男女老幼，拢总是相款安尼甲伊照顾啦。相公，你太过劳累咯，需要静养一段时期啊。所我不能久留咯，因为我身负重任。文兄，叫我白有理。是啦，白相公啊，你著爱过一周间吼才去啦去。你即马打好无偌久，还需要静养。我即马准备安魂定魄，吼，都是3日安魂，4日定魄啊。一礼拜补你的元气了后才离开嘛。多谢所我啊，去啊！规区旱时拢臭香啊，规区蚵仔拢烂啊。一空掠香蕉呢。姓白的啊，合作别姓，讲我做白有理。对，白有理啊好，姓白好。你甲入这深闺，怪有阮小妹千金小姐，佮怪有这个查某囡仔锁我，啊好，到官衙甲你告，告你妖怪，告你妨害风化。对啊，甲告咧哦，恁小妹甲锁我锁来，其实个姓白个拢掠伊关起来，安尼财产你拢总接受。阿聪，你讲得真通，赶紧来去结果明冤告诉了。边大人，迄个新锁我甲白有理，拢甲区来到衙门外，但是迄个美乱水小姐坚持毋来。来呐，将新锁我带进来。
大人。按下是心所我吗？是你在美家做什么职务？女婢，今年几岁？ 20岁，配偶呢？未婚啊。你认识性别的男子吗？我捌你啦，伊是甲阮小姐的世交。性别的男子甲恁小姐甲你三人在这个闺房做什么代志？因为性别的破病昏倒中途，拄着路人解救，将情听说。恁娘敢在房内甲这个性别的斗阵有几工？拢总有遮1礼拜啦。啊，你甲这个性别的医治，甲甲伊看好，头尾1礼拜，这个性别的病好了吗？已经有较好啊。恁三人拢伫个房间内，无出来到外口，无啦，有暧昧。暧昧。性别的侵入侵规，诱拐恁娘干，做出败坏风化之事，对。老爷，请你讲话要留意，好这个犯着诽谤之罪。啊，恁哦，团进性别的，进咯。叩见青天老爷，你姓什么？名什么？带来什么所在？做什么事业？姓别名由你，家住京都，职业是公仆。公仆？什么公仆？为社会服务。安尼等于无咧做事业啦吼。因为你大家美乱吹甲素娥是当时熟悉，详情听说啊。你甲素娥伫咧讲的话拢共款无一样。恁两人传统哩非常的紧密啦哈。你甲伊娘干通奸，老爷请换一个字眼甲文句，这未免有损阮三人的名节啦。姓别个，你坚持伊这两个女人是清白无瑕吗？冰清玉洁，私欲无瑕。这款小案件，本官若是办袂出真相，愿脱世无来哩啦！调尹婆来。尹婆啊，来哦！参见大人了，有何切事？心所我甲美乱吹坚持不失名节，你以大公无私，带儿女去查验嘛？遵命了。哎呀，兵老爷，完璧归赵哦，真正是一个好家人哦。去，遵命。好，素娥，在，你先回去吧。多谢青天老爷啦。叶先生，你真能比老男子留下回啦哈。青天老爷明察秋毫，万事勿枉勿将，令人敬佩啊！啊，过奖过奖。大人，我就是。兵部大人吼，比这该死，比这该死。大人请起吧，多谢。大人啊，请坐。因为这个魏少爷的父亲魏仙人生前在朝廷做礼部上司，所以伊虽然离开世间，笔直也应该较敬念一下吼。也伊的囝儿来祷告，所以笔直应该贴办啦。是讲为何魏少爷会故你？听说魏少爷不务正业，花天酒地，将遗产典卖乱花，望大人以适度定法之。笔直了地，笔直了地。夺者离开了，皇上启程，不用改见啊。温州苏彦文，那个兵部左水龙太子小叔，好佳在我做官做得太清正了。这个魏凤仪要大大定法平你啦，来人啦，来，将魏凤仪甲阿二拍20个大板，这边。18天3，当天定公神两人。凭借魔小旋牛术，微笑回音客殊途，就要去收拾苏彦文的性命咯。三国艺术文公羊，中途做有到魔魁总家人咯。新报文公良。你就是出来特别撩我庄家人心，唔通误会，我唔是什么文公良心宝，我乃是三国龙人，磨者磨不识，识者不能磨，伊乃是家境地铁风的新宝文公良啦，今有着庄家人你
着奇异的笑声，觉得头脑痛痛难当。魔鬼二小以极度魔音传脑的打击苏彦文咯。紧张！苏彦文特别如何撇过魔音传脑呢？三缺龙人的四弟庄家人之手嘛，请看续集，电子分了，新魂酒。